妈妈也太会演，妈妈很会演。妈妈也对啊，苏荣姐，你是她这腮红戏剧系出来的吗？哇，金马影帝，超难吃。相信啊，我们相信啊，我觉得秀凤姐不敢哦，不相信哦。我们相信啊。拜托小舅，你比较出笋呢，还是靠针追哦？係啊，因為啱我喺講，你摸證照，我們兩個。秀凤姐，你还没吃下去，你这个浮夸，你这个先生主。你们家族是不是有这个浮夸的血统跟基因啊？做妈，做嗎？做妈鸡哦，卖你周威啊？谁 Q 走的？你妈肯定不会走，都一个。你要给我谁念的甜？哦，真的，他就是这样，什么都是为了孩子，真的啊，像小孩不敢吃辣，他就做辣椒酱。从小训练。同学们，给凑合一嘞！打之处，松口流。松口，大家，到底係教嘛？解講咯。最主要係講，其實哦，一到 V 嘅今日來參加，有一條係漢語欣賞，而且呢，還有一條呢，佢喺到漢語課當中表現到當好嘅學生嘅小朋友也一起來到節目當中哦。故說其他都要客家話當好，你就不能夠再含混過去。對，真的，這6年哦，有越來越標準啦。真的沒有。勁啦，真的。好啦，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提前分享到嘅係安利阿志龍師傅。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志龍。兩個好，就嗰度分享到係盧準彬盧師傅，大家好，邊個好？馬上來分享到今日嘅茶水站，風吹一頭 V 嘅唐公係我嘅粉絲哦。來分享到係來自新竹嘅阿 Q 老嘅真愛 Q 下來參加，分享到係徐東英以及李秀鳳。歡迎！大家好，大家好，老師好，師生好，珍珠粉好，他是我的粉絲。全部不小朋友講呢個愛早茶，哇，有空還可以愛早茶，我的6年前長得快，真的因為你有讓男主角這個親親，是不是比茶經好看？哇，你確定哦？茶經的粉絲很多，你自己要扛得起哦。沒有，要讓我說一下，好我們比茶經更早拍茶的電影。黑啦，所以是先來後到的問題啦。對啊。哦，所以大家都來找茬。好，咁我咱出嚟一片哦，係非常後生嘅女兵代表，記得係性別領口嘅母子黨劉淑榮、張庭璇。歡迎！好可愛喲！真運動神呢？真嘅。幾多年生啊？3年生。3年生，跟我差不多。恭喜呢！好，我們大家再好好聊。好，先來看一下風吹，哇，馬上就先來帶電爐。哇！天愛嘅，好，來，蓮子風球板，阿 Q 這個做咩哦？係啊，即係做。唐公呢，佢係做飯嘅熬人，也嘅料已經飆出來啊！係啊，激動啲啊！對啊，好好吃哦。板染天板脆爆，哇，所有嘅板葉板，還有做成你嗎？冇，本是係攞和平嘅分享。啊，好。又復起演藝線。哇！難怪我越來越有福氣，你看看。好什麼？本業係嘛？你的本業係嘛？本業啊，科技業。也太斜槓了吧！我當初下回嘅時間，我叫人講6000號想買我公司嘅股票，我冇談起嘅喎。台積電嗎？哇！乾爹，來，今天你站太遠了，姐姐，請回來，請回來，當選，謝謝。弟弟，你覺得那個天板好選嗎？什麼？好選啊！但是媽媽做的比較好吃哦。但是你如果現在你要買台積電，可以先買。對，這個真的要先買。績優股一下。對。好，等下我還要講一下，因為秀鳳姐佢係漢語欣賞。哎，唔但講愛用天，我跟你講，他有一個頭銜，一起加落去講。110年，全國漢語公認比賽，體育打條名。哇！冠軍，總冠軍，全國嘅冠軍。太了！係啊，基本單槍都一件好高地位讀教授哦，3件不小。真嘅，又上了按獎。難怪我按喜歡民主。係咯。按聽。按自在。好，咁我學睇天板劇後，攬出嚟一片咪帶落去學學咯。你有哪個東西？來，紹介一下。這個做嘅嫩薑。嫩薑。薑嘛吼，也同對時，也同你的滷。哦，好好吃哦。謝謝安之生。這種嘅蹦蛋嫩薑當好食。用鴨用飽啊。真的，專業的吃法。真的。
听说有人超会唱歌，哎，而且唱歌之前，你去看苏荣那天老师啊，哦，对，目前在林 K 的国小做汉语欣赏。哇，今天我们真的要表现好一点，太多老师。假设等一下人家喊你讲炒改收菜哈，我们旁边有教鞭，打他就好。好，但是重点是，刚刚我有讲到说，我们庭璇非常会唱歌，对不对？哎，没有准备艺术完的佛娘虫，我们加分题先来一下，好不好？好，来，3、2、1，佛娘虫，一枝草，用头树下吊灯笼，灯笼公就是风，灯笼暗，跌落坎。崇尚鼓励鼓励。而且给师傅你的淡定。嘿啊，讲这首以前他这就是高材生就这样子。安不会唱，猫子安哟，等一下体育馆的 Yuki 我们就比唱歌，好不好？那有什么问题？我们一定会把台积电股票唱的。等一下比的东西系绕祖传又是用惯。好，按杨威发好，两吹太部分里有一些音色的歌后，马上呢，我们先来暖身一下，先来金行体育馆嘅挑战。向前变困啊！第一关要用神奇的方式来考验两嘴料理的基本功有几层，还有对食材的认识有几多。当然，夫家人之間嘅團結合作咪係當重要嘅哦。大家準備好嗎？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喺之間呢，我先來暖身來挑戰一下，唔過今日都帶我教嘅係乜嘅咧？其實我對做料理嘅人來講哦，唔單止因為曉得用辦來煮嘅好選，還要觀察一個人他的感受還有反應，你才知道要怎麼樣符合他的胃口。所以等下你要講我考驗大家就係莫見傳相識。哦，也好樣噶。好，等下比賽要兩隻配合哦，蛇錘撞到錘仔加起來係3-3年啦。作為一組，兩錘拎等來起血，然後另外一隊負責來攤。3個試吃品當中哦，有一個調味讓其他兩種係完全冇相容。你要猜出那一個，猜中是做得到一分。哇，嗰時一個要不糖，一個要不鹽。嘿，要觀察力哦，這個我們庭璇一定沒有問題。那你有問題？哎，會看媽媽臉色哦。好了，我們兩個猜拳。好，剪刀石頭布。好，那你們先。好，那我們就先來試吃，那我們就請就位嘍。我漸漸看上色，一下南吹，我先來開始，唔過先請廚師老太先講一下說明。第一回合其實當然來搶大家哦，來食點心，有啲咧迷你銅鑼燒。哇，小朋友自己好哎。第一百度啊，有個抹茶的口味，沒有wasabi口味。什麼意思？什麼意思？熱的呀，像這樣。就已經弄好了。哦，已經弄好了。但是我要先講啊，那個 wasabi，你庭璇煙線體日白是嗎？他都冇學過 wasabi。庭璇有試過 wasabi 嗎？沒有。應該走得啦。可以。平胸肌會站哈，會演出來哦。好，那就數中阿珍先來哦。好。好。哎呦，好綠哦！綠色的燈配上綠色的醬。要整個吃哦，要整個吃。哇，你好能忍哦。很難吞是不是？等下有水有點乾。有點乾，下面有水哈。那你要哭了是不是？哇，真的很辣哈。哎，還要吐出來了。狂猴劇還是玩庭璇的哦。好。哦。哎，其實地位讀強用呢。你是淡定哥吧？好像很好吃哦，抹茶的。你喜歡喝抹茶嗎？會辣嗎？哎，那個姐姐，會辣嗎？他好像覺得一後生嘞。媽媽也太會演，媽媽很會演。媽媽也對啊，蘇蓉姐，你是她這腮紅戲劇系出來的嗎？但會不會如果答案是他？他現在把剩下遮在那下面，不能丟下去哦。對，伸一口，而且嗆嗆哦。哦，好，食得嘞，食得嘞。想哭嗎？會不會他天生就是愛吃 wasabi？入口呢，美就應該還愛用椰哦。夠甜嗎？很甜嗎？你想喝水？可以，喝水吧。走的，給他喝水。喝水。
好 ，OK，竹青啊哦什么？，水木的哦，水木的哦。对，那我先怕吃辣。而且我超水吗？你都还没吃先吃。我见你吃油奶就是一口签啊，一口一口，很香啊。又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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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又在演，你还有水哎，算是演的蛮好的，演太久了吧？演很久哎，要整口吃啊，我点的一口吃，就是一口吃啊。开始哭了吗？熱睇好似睇好。你们不知道我会站这里？我觉得是妈妈真的有点哭哎。哇，你们去哪里买的？好厉害哦！这店家应该没生意呢。那我觉得一定不是张伯谦，因为黑其实都会把给他木主会变粉色嘞。厉害吗？我让火云邪神哦。弟弟会不会天生就是瓦萨比的爱好者？可是给 T 白色的，呢是糯米雞、毛盾跟瓦萨比在。有没有那个第一次的那种感觉？我这种表情，刚你知道哦，那你先马莎。妈妈吗？你知道黑妈妈？下好离手哦。好，那你也先马莎。素荣。好，那谁要去吃？不敢了吧？还乱猜。好，都一口。勇者。等下吃一对，就是这一一杯。小口就好，一小口就好，一小口就好，不用好，给镜头看，给鏡頭看。不用吃到中間。这里，你站太黑了，你站太黑了，小舅什么？是吗？沒有，一隻摸。给他哎呦抹，茶的吗？那个是抹茶。摸瓦萨比。 OK 哎 OK。呦，拜太了。但主厨都带黑玛莎嘞，是到瓦萨比的嘿，丰盛嘞。是张伯谦，哇！金马影帝，超难吃。相信啊，我们相信啊，我觉得秀凤姐不敢哦，不相信哦。我们相信啊。拜托小舅，哎，阿 Q，你有买臭这叫这叫不要吃到内馅，不要吃到内馅。来了，真的小心哦。嗯，哎，不用咬到馅了，不用咬到馅。摸摸啊！有色度啊。啲梅頭莫按衝啊！哦。哦，一点点甜。咖喱伊比哈呢，南吹真很厉害，3个都很会演。超级会演亚提比哈南吹得到1本，馬上來精華。T 尼比哈，哦，看睇解下攬出嘅表演以後呢，你一下扮作風趣去嚟表演咧，等下到底愛靠人嘛？嘅你師傅，天意你看哦，那你个是咧咖喱饭。哦，好吃一。杯都哈，又当然是咖喱的啦，含有咧腐腐的黄连口味。啊，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清。嘿，等下時候看一下你的表演內容。好，馬上先來開始。要看我們吃嗎？對，冇仔用，四枚就青跟先來，民主來，不要。堅持傲嬌嘞。好，他剛剛說他不怕吃苦啊。哎，故意還有老皮係嗎？你剛剛是沒吃午餐哦。冇，伊唔係食豆腐的東西，冇浪費啦哈，開始笑笑狼狽嘞啦。，而且狼狽的咖喱更好吃。我覺得應該是咖喱，因為黃連豆腐。對。好，要不然小鳳啊，這都幾款。而且你看哦，黃連是黃的，會不會放黃燈裡面？製作單位會不會就這麼單純？你可是啦，快點，還好吧？好惡心哦！好，要不然小鳳啊，這都幾款。而且你看哦，黃連是黃的，會不會放黃燈裡面？製作單位會不會就這麼單純？他們剛才隨機走進來的。我們是全部。秀鳳姐，你還沒吃下去，你這個先刪除，刪去它。太不可能，演講比賽是這樣得來的吧？燙，完全沒意義，你有幾多個？真給他 Q 到哎，再看，看服哦。好，
水木也加了压轴的哦，东英哥。汉服哦，豆腐，摸。你们家族是不是有这个浮夸的血统跟基因啊？会服吗？汉服，他好会演。但是美口那就有家战术还讲，他们都是走浮夸派，不跟 any 狂春，对是也是有这个可能。好，我们 continue 后，现在我们要下好离手了。好，所以我们先哪一改？你讲哪一家？哪一改？第三个，第几个？阿爸。好。你要不要再想一下？你要选这样这样哦。不要，我是苏东阿姐，因为代替提选了齐宽雅东英哥那个。你们确定选好了吗？选好要来喽，红色的哈，好，来，为子卧薪尝胆，预备起。好，这个会服吗？这边，好什么？马西手游。好吃但不是。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但是不算分没关系，只是我想猜，我自己想猜。秀凤姐，公布答案，红色秀凤姐。挺厉害。那因为要苦不苦，一定要问会怕苦的。就你啊，就是你了。我们一起好不好？我是不吃苦的人。哪一个？这个。好，那这个。没事。这个。好。你可是啦。快点。还好吧。刚才给我吃苦啊！哈，那场福鼎鼎哎，好恶心哦！好吃吗？或什么？继续主持。刚刚牛會發現喺個藝術追得本書咯，因為而家冇團追，對不對？佢說哋喺個21關的挑戰，南吹到風吹，個個得到一分。好了，不光係大家要撫慰，今天的影帝真的要頒給張博謙，犧牲最大，是辣是苦，佢都識到嘅哈。好，今日你阿子勇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我哋留睇自家分享呢。主廚素魯菜。今日呢，子勇師傅我帶來嘅係精緻的小點心，而且我老你都講哦，嚟到人哋一家之主誒，唔單槍係慘水炸，競爭非常激烈。廚師私底下的較勁也是很激烈的，不過都是為了節目好。今日帶來了嘅唐貢係一家之主限定版嘅料理，菜名係乜嘅？吉餅起司雞米酥。哇！用喜餅嘅吉，因為客家人嘅月餅，嗰個冬瓜頭，嗰個有起司，嗰個搭配啊水果，黃梨，嗰個麵包粉，嗰個客家人結漿，嗰個雞肉啊，嗰再嚟到。用也較貼嘅也係煨花子，也係米做嘅字，就是都會食咧包起來以後溫暖，嗰個去炸，也係紫芋頭粉，哇，好酷哦！裝飾用嘅，參加香味安尼。哦，也雞肉因為係先切好嘅啦，也係用雞胸肉，要標一些鹽。電豆係雞胸肉下軟，要標一些鹽，去到嗰個肉質。轉換一下，副教輔係嗎？你以後長大想要做乜嘅？演戲、廚師還不知道。還蠻想好。還蠻想好。夠想未做得，你看可以唱很細隻嘅唱嘅雞腸。他其實他是用我斜槓 rap 的部分，然後洋葱。要用鹽，料嘅裝一些以後，軟青嗎？然後一些軟拍，一些就好。為什麼會加一些些的豬紅？咩嘢都有。一些軟拍落去，佢底下，然後先來個油，所以佢就會有一層啪啪嘅濃膜包，會很濃。有問題做得滿哦，而且你正常打會有水糖。問題該冷門啊，該冷門啊。哦，來。頭先講咧係哈客家諺語啊，打亂見風嘅意思啊，形容人。A 個性急躁 ，B 處事圓融 ，C 勇於突破。你要動簡單。紅隊跟藍隊，
自认比较会猜拳的，拳王往前再一步。我们是停选。那等一下，我必须说要在 tempo 上剪刀石头布，晚出就不算了哦。我必须说，老师给小朋友机会，要不要？摸了。好了，好，剪刀石头布。哦，今天不给记回了哦。哎，好，一起来，个性急躁。那旋风机哎，你有选吗？干？黑啊，没黑 A 啊。哎呀，我们也是打轮就会减风啊。我们决定选 A。那备案呢？你喜欢选 B 啊还是 C 呢？如果刚才 A 不给先走，好 C。勇于突破。好，答案是 A 啦。哎，性急躁，形容急性的囡仔做事情啊，要立即得到效果，会马上哦，所以达到了目的啦。哦。我俩句谚语都好高地步，读孔内美就告小朋友记得哈，算是客家谚语当中动脚胸为款头诶。嘿，袂。啊，家老爷冬瓜头，记得饼，黄梨从切幼幼的豆芽片。啊，呀，鸡肉加油卤多的。啊，就盐流水啲嘅，個亂食。然後嚟德國人油，高油。温度冇當過哈。不會選 B 少。我不過冇當過，差唔多溫度卡吧，差唔多40度左右誒。這麼低哦？那一當大我一完全冇氣泡啊，都要溫度啲咧。安尼佢裝出嚟嘅雞肉就溫暖。加溫暖啊。安尼半熟就做得，等下下一炸鍋。哦，要就會選 B 暖啊呢。哎呀，就來調味哈。氣死！他最愛停拳的最愛，那就多加些。雖然媽媽常常會氣死哦，個性急躁。對，不用一些鹽嘛，一些就因為從頭到尾冇媽咪試哈。但是其實本性會香呢，我還有一兩隻甜的啊，要酸的啊。一些的糖，都是一點點。冇多，過下來。一般都卡啊，然後等熱冷啦。哦，喺邊個呀？冇時間。冇時間。等熱冷嘅目的係因為減下嘅起司溶體嘅嘛。係。哦。而且他剛剛說是雞米花。雞米花一般來講就是雞肉那係鋪甜甜。對。其實當簡單啦，唔會當啦。嗰個冬瓜糖嘅葉菜咧，正經係直接擺裙度。當貼配啦哈。通常都直接吃啊。呀啦，面包粉，你聽不懂我的暗示？沒有，不懂。那麼什麼意思啊？給小朋友啦，平璇吃吃看。有一個是辣的，有一個是苦的，甜的。呀，威化哈。這個是不是有點像越南的那種餅啊？一樣是米紙，但是做法冇咁樣，也較容易濕透。這個平常大家晚上都會敷面膜用，而且2張哈。2張卡唔會濕透啦。哦，可是按用破溝會太厚嗎？唔會，也叫做呢，黏，做呢啲結實。燒架就會黏嘅。燒係唔是落去，其實就會黏。它是米嘛。哦。溫呢就可以變落去。哦，小心你的手，哇，這真的很技術哎。而且考驗油溫。好漂亮哦。哎，幾個開呢？豆腐皮可能好一點哈，還唔會爛嘅。模子就會該軟哦，莫不很多。哇，師傅真勁很厲害哦。你看味道不太加選，咁樣笑呢？對啊。師傅，你有想到用2種米餅去做咯？因為我以前做廣東菜家就有一樣很多鳳梨蝦球酥，就是用這個多底瓜，爆多底瓜。好讚哦！哇，這真的不容易。可是好香哦！哎，面包放火锅锅還有 cheese 啊。我們可以用那種越南的那個春卷皮來做沒做的？做唔得哦，它會膨脹。對，越南春卷皮會膨脹。對，或者是用衛生紙可以試試看。衛生紙可以試看看，然後包一個給伯謙。給伯謙試，因為他想試試看。因為反正今天又吃辣又吃苦嘛。他可能比較需要。是紙也 OK 的吧？是紙啊。我們節目會不會太有實驗精神了？那個包給他。對。端上桌的時候，大家會想說，確定這個要把塑膠袋解開嗎？這樣？哎，我跟小時候最喜歡吃那種糖果，給塑膠紙還走在雪落地哎。公園剛剛會這套，是不是就是這個？對啊，就是這個，對不對？對啊，對，你可以單吃啊。是，其實這是好吃的，給雪落地會甜甜嘞。對啊，你可以吃啊。可以嗎？量夠嗎？這個也是一樣。可以啊，可以吃啊。那個，這個我還是有一點基本常識。
应该还要再沾一点蛋。这真的太厚了。哎，好好吃哦，有童年的味道。你来微微有一点这样真的好，甜味你好怪哦。这个吃味真是，你真的吃啊？对啊，好厉害，它会化掉啊。会啊。其实你以后哎，好饿哦，不用把它订便当好。饿哦，这越饿了。对，中午以后这就是给有方形的他。，这有方形的有没有喜欢？哦，对，还有酱，对不对？对，如果放那个跳跳糖粉，应该很好吃，哦，可以做得哦。芋头而且因为继续结种，所以不能上。应该蛮好玩的。也爱用一副哈，也爱就让你芋头粉，哦，像落些干肉，好像下雪，当然有很大一阵雪。暴风雪。妈妈就是这样，什么都是为了孩子。真的啊，像小孩不敢吃辣，他就做辣椒酱。从小训练做妈，懂吗？做妈鸡哦，卖你周围啊？谁 Q 做嘅？你妈肯不会做，都一个。你有用声音的听。哦，真的。现在是笑还是手抖？是笑也是动。好，好赞，好香哦！今天的吉饼起司鸡米酥，按钮就后 C 喽。好，等下师傅在吃料理真给我给难做，先给师傅一个掌声。哎，压力很大，因为这个现场一些锅具的限制，对不对？对对对。好，太巧了，吃困难，好不好？哦，上面很酥脆耶，好 juicy 哦，那个吉饼真给还别有一番风味，蒜香的。好吃，好吃。你有办法复制这个美味吗？终于没了。师傅菜单放上去，我就会。听觉金轩，你吃了牛排，好吃吗？好吃。好吃。小朋友对酸酸甜甜的东西就是爱不释手。对，有没有比妈妈做的更好吃？啊，好贴心哦！他把最好第1名的位置留给妈妈，那第2名是他了吧？OK， 贴心。那斌哥你觉得嘞？其实这係咧吉餅嘅香味，譬如講用加粉啊，好過就是因為是落一個油啊油膩，其實是咧吉餅啦，無被咧吉醬，不去畫龍點睛啦，特別是咧是其實唔會感覺咧係都油膩嘅。而且雞肉超勁嫩呢，雞肉超嫩。睇起來你都不卡咗來吃做看呐，唔過。他頭前那本書呢，也寫了波分數一下，那他藍隊跟紅隊呢是2-1哦。鼓掌你捧出來，加油哎！馬上來進行最杯麵一館嘅挑戰。家家出好菜，兩嘴這等只聽嘅題目，第限定嘅時間，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無論係傳統嘅，也係創新嘅菜式，兩下日日拿出嚟嘅好本店。一家之主，好了嘅愛點上做咯。咁你兩個家家出好菜，都帶按樣來比呢？誒，其實家哋都帶家哋嘅比咩武器來到現場。係啊，我咁講哦，一般來講，動接上看到嘅內邊帶來嘅比咩武器係東西，我今年冇強壯咧，記得帶來係自己的醬好，好醬料。啊，唔過呢，都帶有乜嘅醬好，而且有客家味道呢。誒，你先對放出來可以係，咁你帶來一個比咩武器係乜嘅醬料咧？做媽，做嗎？做做乜子哦？媽你做嘅啊？誰 Q 做嘅？你媽肯不會做，都一個。你有用聲音的聽。哦，真的，那真的是一輩子都很難。點乜嘅都冇。係。啊，唔過咁你有下嘅自家做嘅走馬醬帶來嘅料理，按到乜嘅名？杏鮑菇做媽雞。杏鮑菇走馬嘅清好食嘞，清茶飯。可是我有個問題，給走馬醬啊，等一下會放更多嗎？還是就是一點點點綴就好了？要帶幾棍咯，唔過這樣風淡淡。好，我調配一下。最杯麵一館有信心嗎？有，加油哦！好，那看下咱嘴里一片哈，庭璇讓媽媽帶來一個醬料係乜嘅？辣椒醬。辣椒。我愛辣椒醬。庭璇，你敢吃辣？
没有，他不吃瓦萨比啊。哦，啊，庭璇，今日做嘛该袂让妈妈带来是辣椒酱呢？啊呀，那这种很爱吃嘎走哎。哇，小朋友虽然不敢吃辣，但是现在有慢慢训练他。我很爱，我很爱。那看来今天这个厉害了，等一下水母一罐哦，乡下带来的料理，按怎么改？蒜香辣椒面。蒜香辣椒面，水母一罐，虽然刚才分数冇查按台哦，但我们最后表起来有信心冇？有，加油加油！两次都已經準備好晒，到底哪一組會較厲害呢？馬上來倒算3、2、1，搶開始！莎莎開始咯。好，哇，呀，兩個我其實都是我愛的醬，做麻醬、辣椒醬。我等一下一定要問素榮有沒有賣那個辣椒醬，看起來非常的厲害。它一罐算你半價就好。應該在學校有賣。哦，现在款下底下，辣椒酱。我们先问这边有没有卖，先问这边有没有卖。做麻酱啊，这罐几多钱啊？我买啊。笋本好朋友，谁不讲哎？那一定會送給偶像，對不對？对对对呀，对，那一定会送给评审吧？会。好，那先送，打分数先送。我教你做也很快。好，我覺得真的送他魚翅，不如教他怎麼釣魚。你用慢走呢？對。鸭丝该盐糯米是吧？一半嗰種係做泡那些時杯嘅嗰種嘅米是3杯水。哦。啊，伊嗰種係紅糟就話，伊是先浸酒。哦。浸40度嘅米酒頭。這麼40度哦。你是不是故意問我們這一題？有發現嗎？對。給你我們爸爸做誰啊？米酒頭，然後先把那個紅糟先落去浸去調。差不多浸半鐘落去點鐘，全部煮好晒，慢慢煮好，先是冰浪之後是攪。哦。攪到是用按圖呢，其實人家發酵。好。这样有快吗？东一个，我们这题被他陷阱到了啦！给调斯莫尼亚题，一个我们做一边讲哦。现在开始最小火。好。秀凤姐，你看上浮东南会卖啊？怎么那么漂亮？这样吗？因为应该会配合爱改做红对哇，好用心。她是走马公主，那场走马公主哦，来到台大高，她是我们今天现场学历最高的，真的，黑吗？学姐好，上司听听啦，哇，好厉害，啊，东印哥，你秀凤姐 CC 刚你有天数图吗？冇咧。最近才认识。几场台湾5岁天啦。哦，小舅舅一起长大啦。CQ。你有講去做班嗎？有。係啊。那過年我來去學做。你也成為高級做嘛。啊。因為你走馬公主啊，你一定要會怎麼做走馬。沒學好就走馬看花了。走唔得咧，這就走馬，走唔得咧。好，我們等下勾都轉來啊！好，我們要贏哦，好，贏哦，好。素榮，庭璇，那怎麼辣椒醬怎麼賣？那就等一下可以請主持人，就是先講是免費，對，是非賣品，我總就是對，這邊給主持人。有交女朋友嗎？等一下，這個媽媽先捂耳朵。她剛才說，這個算嗎？現在到哪個程度？沒有。去當電影社嘅，幾個時代好哦，阿妹就老去講，因為小啊，干咩安用心的啊，因為上節目是冇小出來的。再剪多點。對啊，我抖 C 啊。平常是應該是很外向的啦，對不對？CC 媽媽就講她嘎巴嗎？哎呦，動不會燙。那你今天媽媽來哪個料理嘞？椒麻雞。椒麻雞。媽媽，你會做這個泰式的？因為孩子喜歡，就會嘗試去做。對，媽媽就是這樣，什麼都是為了孩子。真的啊，像小孩不敢吃辣，他就做辣椒醬。從小訓練。我蘇榮阿姐，你今年因為你兩家來兒嘛，兩家來兒。誒，今年我會圖係庭璇來喏。開來嘅較比較怕生醬香。啊，今年煮的係麵。炒麵。炒麵一定要別香別多。對。這個辣椒醬係老闆你學嘅秘方。哎呀，這個摸索哎。你自己有滿意？對，因為家人也有認證過，所以就知道有口皆碑的。應該做的。它既然會拿出來係辣椒醬，代表一定非常有自信。而且我覺得素榮是那種做事情會做到滿分的人。老師。你是摩羯座對不對？
我射手座。猜错了，但是不远啦，不远。没差一个。所以苏荣雅这应该走线上几多年了？一个学期吧，算1学年上下。那你之前还走嘛该条路？天字鸟，你是天字耶？黑鸟夫。哇，係為到圖聲音，所以你要轉走線上。可是為到圖聲音，我有先參加天字鳥的工作。去年就開始有機會考認證，然後入學校。媽媽在你的小學上課嗎？教課嗎？所以他是他同學。媽媽有算好。對，媽媽有算好。他等到他畢業之後，媽媽就會回去練。好啦，你等下給我偷轉來哈。好。很香哦！哇，這個雞髀，哇，這應該是木凍好看呢。那一定是土雞。雞肉，很香哦。這牛就先入口做麻醬哦。冇嘞，冇，等下不用喊。哦。因為還會考慮講，你等下會給他養胸加色啦。對啊。東英哥娘嘅拿手料理係乜嘅？拿手料理，很多呢。哇，你比較突出呢，還是靠針灸哦？對啊。因為我可以講，你冇證照，怎麼能夠？如果要比醬哦，我們藍隊那邊等一下辣椒醬整灌下去。那就可以啊，可以啊，那就比賽看誰沒吃到辣。東英哥娘嘅拿手料理係乜嘅？拿手料理，很多呢。哇，我以後也都自己炸。凍料，所以係徐姐是要阿妹愛用高壓。那爸爸媽媽行因通常做飯啦、做東西啊、種菜啦，所以我未種飯。所以做飯對你來講咪係標準化嗰種。我未有保姆證啊。什麼意思？土繩啊！這個筍呢係叫土台嘅。你比較突出呢，還是靠針灸哦？係啊。因為我可以講。你冇證照，怎麼能夠？因為到你阿機會係靠證照。哪唔會寫先，哪唔會買，你又買寫，冇進步水啊！真的好棒哦！所以冇法度啊。是巨蟹座嗎？我也不知道我什麼座。哪一個月份出世？6月。走的巨蟹。月底還是月初？月中。雙子，好的，我今天全部猜錯，我封號直接下。真的。生日快樂！哎呦，超！生日快樂！他在立白嘛？他在立白。那我們就用這個我們就用冠軍來。獎金好啊。對啊，獎金好啊。對啊。我沒辦法做主哦。獎金給我外甥女啊。好好哦。對啊，沒問題啊。可以啊，其實啲位嘢走馬變到去翕，按係有一條邊夾乜嘅嘛？加一點染。哦，其實什麼都好看呢。係，我老公沒有講，做嘛不用下多啲。對啊，按牙菜不用一點點的。因為你的醬料嘛，我們比的是醬嘛，對不對？如果要比醬哦，我們藍隊那邊等一下辣椒醬整灌下去。那就可以啊，可以啊，那就比賽看誰沒吃到辣，再猜一次。好啦，剛才呢，我們算是完成了。直接得冠軍。為了恭祝我們東印大哥生日，我們就用3000塊獎金來給我，一定要送獎品哈，一定要送獎品。禮輕情意重啊，一定啊，沒關係，但你不要那麼輕，錢就可以。改個導演，好，我哋協一下，大家就準備上菜了哈。好，我去安慰他們一下。喂。庭軒，你處女座嘛，對不對？再過幾個月也要生日了嘛，對不對？還很久。有牛膏哦，來咪咪有趣，來，我的愛。其實款型咧唔會凍辣，主要係酸甜味。可是它這個，你是用朝天椒嗎？哪個椒？對，小辣椒。對啊，朝天椒對。那今天嘎子又講哦，老公一定要尬罵啦。對不對？尬罵，那個客語老師可以直接尬罵就對啦，可以直接糾正他。打醒。出這來講，唔咩人嚟講誒。但是我覺得他是那種很溫柔的老師，不會朝上個 key 服該種。不要給自己對，不要這樣子。真的沒有。你是屬於娘教該種還是？冇人講尬罵。看學生的態度。好，那我站遠一點。那你這個可以修理。喂。哎，這邊也好了。哎，這邊也好了。要小紅了。上菜，那我們去倒數咯。好。慢慢，慢慢夾，慢慢夾。天草馬收來都酸。是。
9、8、7、6、5、4、3、2、1，时间到，马上就来测测看哪最杯米罐都带风吹，也系南吹较厉害呢。来，先本这个一个重赏厉害，两组都好厉害，合作无间。你看配色就很漂亮，干脆就共一起吃，这是同一道菜吧？一个 set， 同一个菜。不过先吃红色，来，红队的先吃。走马盖，走马给哦。哇，这个走马好好吃，这香味酒味都嘟好。而且还是跟豌豆走马给，我觉得这加分的地方就是它不用演习。不会做的，一盒水还可以吗？好好吃。哎呀，都知道懂后。东片屁公不会做的係100分啊！而且伯谦，你减肥的话，这个要多吃。人家做的咯，因为做马基本身的酵素啊，做在蹦出你的笑法，好好吃，小朋友一定很爱吃。舒蓉姐，你觉得嘞？很好吃哎，我第一次吃到这种口感的，T100。那曲豆公等下俩做马紧定做在那炒面夹穷哈。对，很想吧？对。那我们就这样赶快一起来吃吃看，来。辣椒酱係最特別嘅蔬菜。我很期待它的辣椒，它有附一碗可以另外加的吗？可以哦，可以。辣椒酱都好吃。白減凍點辣，嗰個料唔會辣，之外啲凍香。它很提香味，不会冻辣。那个香气是从蒜，难怪。它的辣是有点刺激味蕾，因为它都追几度皮啊。林璇会觉得辣吗？不会冻我吃到蓝毛。哦，他可以接受了。代表真的是这个，你看小朋友说的话一定是最实际的。两位阿公阿姐一起听，我们去到冻好血，冻酱。用夹山哦。我们南屏晚中。嘿啊，圈走在夹胸下嘅一种 set 套餐系列，我怎样用？就算你要比赛够好，这个成绩放一边，之后我们要下节目考虑一起开店。不是，我们交换个酱料好不好？不用换盖，换酱就好。系哈，我还系实际啦，我看一下等下师傅应用版的评分哦。头前嘅成绩呢，南吹黑2分，风吹1分，鼓手两下呢，这个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了。师傅再三的深思之后，应该心度好一点有想法 ，follow your mind，OK？ 我们这边有小朋友哦，那个边有寿星哦。好，来风吹呛本酥。满分！但有没有可能满分了吼？真的是有点紧张了，好不好？黄素还好吗？来，深呼吸。我不是怕说，你怎么比庭璇还紧张哦？没有。妈妈刚小朋友讲说，他说上节目吼高了，结果自己认真。对，他射手座的。好，水母已经越漂要关键的部分哦，关键的我自己也好紧张，应该杀到。好来，蓝水强部分数。而且看师傅有点犹豫哎，怎么了？师傅你要重来一次吗？都是满分，你要怎么重来？可以重来吗？可以啊。然后就3只一起举掉了。好啦，都系满分冇中意嘅。资源公先公平。咱都18讲料片的第一酱料都做得同好，然后米线要搞得同好，然后火候要掌握得很好，你该要减用唔会香肉，各位米线煮好，各导效。加个走马酱真系做得到好，一边香料，咱就将要导好，口味要煮好，火候要煮好，就是讲，爱吃到面那边有差一些些香皂一些些的，较早一些些，就是迄个稀饭按的口感呢也是稀饭，但是你如果以大众来讲，它可能有较早一些些按的点嘞。它是干面。对啊，干面也不能太干。都有可能够吗？还有皮通。咩？佢可能翕加下油嘛，可能变些些水分，也系高汤之类的，一系列都冇听到。或者是那个面水，煮面水，炒，可能有差一些些的啦。但是当然稀饭能硬的口味啊。但是我们我的评审是以大众，就是太敢可以接受的方式，但是我所有料片都做得到，所以我分3分，谢谢。好，并购。好，伊两边了大落去了酱料变出伊不错了，做嘛了辣椒酱，剩做冻好，伊加落去变到料理的一些吼
全部成为变成了料理的主角。好，做嘛辣椒就全会呈现那贵含风味的主角，所以那每本2片存3分。哇，真嘅係最好嘅評價誒！嗰時候呢，都係料理嘅部分兩組對嚟講係不分秋色、平分秋色，兩組都十分嘅厲害哈！本期嘅嘅掌聲。好，呢下成績已經出來嘅，馬上我哋就來頒獎咯。哇，呢是真係能緊張誒！前輩比賽也好，後來料理也好，都係真嘅實力相當，呢下成績已經出來嘅。藍翠得到嘅係8分，鳳翠得到嘅係7分，先來恭喜藍翠咯。好，藍翠得到嘅係田璇，咩加最緊哦？學費哈，來9分2哦，9分阿妹還9分2啊！好，這哦全部嗎？安好，哦恭喜！好，三號人咧，你看，剛剛你講你小鳳姐做乜嘅？走馬公主，我仲講有波嘅。風咧，係啊，董德平，也嘅係720度內循環祝福湯鍋組。那個人上中好。回族哎，真的，这整个跟你太搭配，而且这可以做整锅的什么走马料理。哦，嘿，还有东印哥的生日礼物。对，是哈。哎啦，恭喜！好来。好，問一下我們這個一家之主，你也是個顏值代表庭璇，那大家分享一下，今日讓阿妹強下來參加比賽，有嘛感想咯？很開心。之前會跟媽媽一起做菜嗎？不會。哇，你的第一次就獻給我們節目哦。好啦，但是我希望下次來的時候，你豆豆的講話，然後我們再帶來不一樣的客家歌，好不好？好，小朋友。好，過來我問一下素容阿姐哈，今日同樣來個強下來，然後就打頭名，哦，開心哦。今尾當歡喜來到一隻節目。等等我細奶嘅來，向下來體驗一隻法通，係吃到都有意義。係哦，韓國，你每做啲來提2bài啊，3bài，因為提這bài係你世界來嘅，然後還有台來嘅，還有一個最大的你老公，好，好嗎？做對咯，3bài都會打頭名哦，保持我們冠軍紀錄。好，小夢。洪翠呢，咩十分的厲害哦，不管係頭前的這。猜題的時候，說真的最厲害的就是我們的東印大哥了。東印還有你的秀鳳姐，先由秀鳳老師來睇下分享一下你要參加心得好冇？今晡日當歡喜來到兩位，最歡喜的是讓我社區偏來。本來我想去做大廚，我控制佢後背。不過佢講我做大廚，佢就來，所以是當歡喜來到兩位。係。安子 say 阿 Q， 恭喜你的，謝謝。東印大哥妹，請你老太茶分享一下了吧，來幾個心得。來到了當歡喜啊，係啊，提擺看到安正。安子 say。冇啦，人家的演不演表現都暗紅，看走馬醬靈魂醬料就是他做的，而且一開始等於迄個人家的韓式人你做一個暗紅色的年糕，對呀，說不定下一次來他已經考好廚師證照了，因為他一堆證照。對啊，因為你要出生年也就考保姆證照，要參賽他就考廚師證照。勇敢死了，會不會再下次又變主持人了？我會嚇到哦。好啦，恭喜！今日兩時今天動好高，可以學比賽哦。我冇想到，原來主持人還會燃氣，我兩組表現都動好，你看最尾還得到滿分。所以歡迎所有的朋友啊，無論你嘅專長係哪一隻，好歡迎所有的朋友上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哦。我唔錯，你呢冇年紀嘅漢子哦，不過你幾多歲都歡迎你，挑戰你最有實力嘅一個隊友，上下來到節目當中來參與挑戰。一家之主，我哋下禮拜再見咯，拜拜。庭璇啦，大家講拜拜。恭喜！恭喜！